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台湾每一年无效医疗的支出高达1600多亿。真侪重症的病患因为家属无愿意来放手，所以必须要来承受着卫生的仪器所带来的折磨甲痛苦。要安怎让重症的患者好好行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，有尊严离开人世间？来看咱的报道。 他有明白的告诉我说：“妈妈，万一我怎么样，请你不要浪费所有的资源。”哦，这谁让来看你？阿公，不要插管，也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动作，那用正常的医疗方式。 生命行到尽头，你会选择尊严离开，也是不禁放手。我们又有钱放弃急救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是很坦荡，因为我跟我先生是有一致的想法。伊是贾永尧，期待西区队前总教练徐成明的威霜，就有人称呼徐总的棒球魔术师。在55岁时阵，因为心因性休克过身去。 昂在治疗期间，贾永尧伊带着无限的惊吓。最难过、最难熬，其实是从他奥运带回来，开始宣布要洗肾，开始换肾，他就坐在这个位置走掉了。生前徐成明伊就心中的交代，要行了有尊严。伊厝两个人是签了，伊就选择安宁援护医疗意愿书。离开的时阵，无要做任何无效的急救，要用上好的姿态甲世界讲再见。因为如果今天救起来好，就算是你是一个植物人，你一直在浪费这个医疗资源的话，我觉得孩子其实是身心俱疲。小小房间里毛摆翁仔某两个合照，采访当天拄好是徐成明61岁名单。伊要离开的时候是真安详，免承受急救带来的痛苦，这是贾永尧上大的安慰。他就好像在睡觉，可是他嘴角是上。 台湾有世界第一个加护病床密度，长期克服急起卫生的人数是美国5.8倍。临终前无效医疗，一档是1600多亿，阁有谁知影病床顶因的心声呢？那会是一个痛苦的状态。我常常看到一个状况，就是那个儿子跟妈妈，儿子很年轻30几岁而已，然后孩子知道自己不行的，可是妈妈还是很坚持说希望再做救下去。 二老阿公差评为讲，后生用心的照顾，气氛温暖祥和，这是淡水马街安宁病房。细菌感染，所以他们说这样不行，所以就本来要到普通病房，就马上转到 ICU 去。伊是肖崇柔，厝内92岁老爸得着阿兹海默症，身体是愈来愈歹，然后搁在脑病变，和爸爸是愈来愈虚弱，因此伊做出决定。 那我有跟他们讲说，爸爸这种状况应该也不用太积极治疗，因为年纪也大了。无冰冷的仪器维持生命，嘛无复杂的光线电线，摆脱束缚的小爸爸，在关怀暑假牧师的歌声中，安然度过晚日。主耶稣的我，没有痛苦，那很安详这样子。好，那。 如果能治疗起来，能让他恢复正常，那是更好的。根据统计，加护病房大约17%的病床使用在临终前无效医疗。若是所有食物前病患中呢，超过90%是家属无愿意放手。当冰冷机器沦为残忍的人生终点站，尊严离开，好亲像正做病人上车祸的愿望。